来看新竹县政府对面的县政设计一个建案工地，今早起呢是有车路崩塌，县政府已经下令这建案要暂时停工，也依法甲因处分。会勘了后，才有可能是这建案工地闸水装无密，才会让这土石流去，加上这水道水管破去，才会造成车路崩塌的意外。 台北市县政设计日已发生大片道路崩塌，现场充满假疏离，相关单位已经封锁这个路段，避免灾害扩大。新竹县县长尤文科到场勘查，除了下令建案停工，也会依法处分。工地的施工造成这个瓦斯管线跟自来水管线的断裂，那我们也立即请水公司跟瓦斯公司已经把它源头把它关住，不会有瓦斯外泄跟这个水这个溢流的情形。这次的这个问题，它主要是那个自来水管嘛，所以这个爆掉的压力，那个压力把这个土壤就冲进去，这些土才流失掉。这摆发生路基崩塌的意外，市考会主好怀疑是建商桥头地下水造成的。对此，建设公司否认，也过坦白讲会造成道路崩塌，可能是技术起啦做了无够完善加上，连一大雨造成路基横流坑。有可能是我们底下的7GP 止水桩做的并没有很完善，然后可能有一些孔洞。这20几天都是豪大雨，然后水就把地下的这个沙有点带出来。李就表示，这个区域是头一摆出现安尼大规模道路崩塌，附近的居民拢真烦恼。周边住户有强烈的建议，希望县府可以针对这部分公安上做严格的这个监督啦。会希望就是尽快的跟建商召开说明会，然后他们提出他们的解决方案，我们也提出我们的诉求。建设公司也同意由第三方公证单位做检测，同时会伫边仔大楼设置气象仪，确保市考会大楼未有下陷等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